南投信义乡的樱花季正式起鼓，讲今年游览车停车场空间较小，所以游览车要提早注文才会当进场。伫咧南投信义乡到93线1公里半樱花季停车场已经初步完工，乡长甲在地乡亲嘛专工到现场来做视察。我们这次的樱花季也采取预约制，那除了我们园区的大概将近400个小型的停车空间之外，那我们这个所在的位置每日就是限制30辆的大车。信义乡的山樱花已经开始咧开花，樱花季嘛就要开始啊。考虑到今年的空间较小，若要照顾观光的品质，定着需要一寡管制。大型停车场30辆大型游览车之外，那园区内的车辆停满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再让你们再入园。游客人潮嘛是钱潮，信义乡公所嘛会伫停车场做农产品的展售区，互信义乡的农民会使来摆摊。欢迎民众来信义乡赏樱花，支持在地农民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